这是第四枝条，第四代了，开花呀，包那个网子啊，没有全部包满哦，还有空隙没有收，没有全部都包死。感恩，还可以长好。第一代、第二代，这是第二代的枝条。第二代的枝条也可以开花结果，用那个绿色的网包，没有全部，你看没有全部都锁死哦，没有全部都包死，还有一部分还有，就是说还有进出的那个通道，有蚂蚁啊，在那边爬来爬去啊，或者是蜜蜂啊，飞来飞去啊，沾了那个花粉啊，然后又沾到那个花柱了、柱头了，蚂蚁跑来跑去也可以变成授粉，变成那个授粉的媒介啊，所以才能够成功。所以不要全部都绑死，让蚂蚁也能够进出，让那个有蜜蜂的也可以跑进去，就可以授粉，长果才会成功。